每年7月，全球好多城市都會有大批人士聚集，佢哋不論男女老幼，都會着住一身紅色長裙，隨住音樂跳住一種神秘怪異嘅舞步。唔使驚，佢哋唔係參加緊啲咩邪教儀式，其實係每年一度全球 Kate Bush 歌迷一齊舉辦，為呢位英國傳奇歌手致敬同慶生嘅快閃活動，叫做 The Most Wuthering Heights Day Ever。呢個活動源自2013年，英國一個叫 Sam Bush 藝術團體忽發奇想要挑戰一個世界紀錄，就係召集最多人一齊跟住 Kate Bush 1978年嘅經典歌曲 Wuthering Heights 跳舞。如果你有睇過呢首歌嘅樹林版本 MV，Kate Bush 一個人跳住充滿魔性嘅舞步，好似呢個世界只剩低佢自己一個，氣氛詭異又凄美，至今都令歌迷津津樂道。Sam Bush 當年喺英國 Brighton 成功召集咗幾百人參與，本來佢哋只係想玩一次，點知影片喺網上瘋傳之後，導致全球歌迷紛紛自發喺自己嘅城市複製呢個活動，所以每年7月臨近 Kate Bush 生日之前，從倫敦、柏林到墨爾本，全世界幾十個城市嘅歌迷都會着起紅裙，一齊忘我跳舞解壓，同時向呢一位另類歌后致敬。